阿雄，拜5拜6礼拜，咱无看到全家有智慧，要安怎啦？这简单我来讲，咱即马网络顶悬吼，拢有底版的迄个全家有智慧哦，要看随时拢有。请问白卡茶这个词吼，甲倒一个词的意思相共？这真正这个水当当对吧？水当当啊，这免讲，因为水白遮三手，一白遮三手，水当当。就是白就是水。对，对，我你认为是死的对吧？水当当哦。嘿，所以你讲其他的分类答案是1、2、3。A 少秋青，少秋青。啊，你头拄也是咧讲一个。你想简单啊语，以前有人喺动物啦，有鸟啊卡白卡地咯，哦意思。但是我讲是四支卡拢白色的，迄拢。迄就是前尾啊啦。以前人讲较歹结掉啦，歹结掉。有影，所以是 A。好，这个较定少秋青，少秋青。好，咱来看咧，少秋青对唔对？对啊！哎呦，咱分数甲加入去。有有得到4斤咯。咱这白卡茶吼，有饲狗啊、猫仔就知影吼。确实是过去啦，伊个传统有小可迷信，感觉讲迄白卡茶动物安怎都安怎。其实本来是有迄个禁忌，是讲你若是厝内有人过身吼，你若讲这个放伫厝内，结果有迄个白卡茶、猫仔是啥物跳过吼，敢若讲就是较歹去调。过去有迄个传统的观念是安尼，当然即马是观念无共款啦吼。毋过这个白卡茶，这个卡茶是白色的动物以外，佫有另外一个意思。因为这个一般查某人拢比查甫人较肉较白嘛，皮肤较白嘛吼，所以嘛有人过去甲这个白卡茶是咧讲查某啦，吼查某但是这个查某意思就是讲，就拄讲少秋青，意思就是讲会带来衰运歹运的这个查某，嘛有人讲叫做白卡茶安尼。